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火，连累到无辜的百姓，外交部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成立募款专户，这募款是会到4月初一结束。基金会表示，目前已经收到4亿的善款啦，这笔钱会用伫乌克兰难民的人道救援。 一通一通的电话才袂离，拢是卡来问捐款和乌克兰的相关问题。这是外交部统筹协调，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，伫3月初2成立的赈灾乌克兰专户，统计到3月初9早起8点，已经有4亿的善款。未来的这个捐款主要就是3大方面了。主要是协助难民那是他们的这个医疗、他们的收容安置跟他们的日常民生用品。乌克兰专户募到的金额会转属交予外交部处理，参相关的国家组织合作，共同执行人道援助。过来台湾5党的乌克兰人 Anastasia 老厝就是伫赫尔松，伊所了解，目前乌克兰上欠药啊甲食米。Right now, they don't have a lot of food and medicine. So a lot of people need insulin, but right now they don't have it. I hope government will give visa to Ukrainian people family come here to Taiwan, and I hope people who don't have international passport can come here without international passport. I understand maybe it's unreal, but I just hope. 即阵有一个民间团体站出来斗相挺。台湾 Stands with Ukraine 发起人之一的张佩欣就讲，因尽量伫网络传播国际相关消息，也甲住伫台湾的外国人合作会，要让他们知道说，有一群也跟他们一样关心的人是聚集在一起的，他们是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。当你直接跟外国人面对面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觉到或者是感受到你的支持对他们是有帮助的，精神上的帮助。除了捐款、悠闲活动等等的支持，外交部也开放物资捐赠。包括日用品、医疗用品等等相关的信息，会当上外交部的网站查询。记者尤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